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工作坊，身心障礙者嘅決策權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呢個講座係主要俾一成年嘅自我倡導者啦、身心障礙人士啦、佢哋家庭成員同埋一啲支援佢嘅人嘅一個概覽嚟嘅。咁我哋係由家庭支援中心 FRN Family Resource Navigators 同埋California State Council o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一齊合作提供呢個講座。咁喺加州咧，當一個人年滿18歲，就係達到佢個成年嘅年齡啦。州同埋聯邦嘅法例咧，就將賦予佢所有權利咧，都喺父母同埋監護人身上咧，轉移到去年輕人。咁注意喎，每個州係有唔同嘅成年嘅年齡嘅。喺加州咧就係18歲。咁我諗，依邊類型嘅決策會轉移咗俾佢啊？咁我哋有幾類型嘅。第一想同大家分享就係醫療保健啦，包括你選擇咩醫療計劃啊，你去Medicare 啊、Kaiser 啊或者其他嘅醫療計劃啦，譬如選擇咩醫生啊、咩治療師啦。如果有啲治療決策要決定嘅，有咩好處同埋唔好處啊？我選擇呢個治療。可能會有一二三四唔同嘅一種後果嘅喎，咁邊個好啲咧？同埋去點樣得到一啲醫療保健服務啊？點樣去提出申訴同埋維護自己嘅權利啊？如果有拗撬出現嗰時，可以點樣做？另外一種決策咧就係財務事務啦，關於自己嘅財務啊，花幾多錢啊，點樣做預算啊？申請銀行賬戶同埋信用卡點樣去管理佢咧？幾時交費用啊？我限制用額係幾多啊？呢好多決策都要去面對喎。第三咧，關於教育啦，當你喺無論喺大學或者小學、中學嗰陣時，你可能會有特殊教育嘅服務啦，包括 IEP 啊、5年制計劃啦。同埋咧，你可以得到你個權利係可以去取學校記錄嘅喎。咁去點樣去得到學校記錄啊？另外到你大學或者入社區大學嗰陣時，佢點去申請一啲身心障礙服務咧？下一種決策就係個人決策啦。當你成年嗰時，你想住喺邊？你想同咩人做交往啊？你想日常嘅活動係想做啲咩啊？我想去首先去做運動，我又翻工，我又搭車，所有啲決策咧都係每日都需要去考慮嘅。咁另外一種就係關於法律事務啦。我啲個人資訊同邊個分享？誒、我點樣去申請一啲服務啊？包括區域中心服務啊、CalFresh 啊，或者Medicare 啊，點樣去申請咧？同人哋簽啲文件喎，簽唔簽啊？點解要簽啊？我好唔好去投票啊？呢個就關於一啲法律嘅一啲事情要決定。咁我選擇揾人幫忙，點樣去揾人幫忙咧？可以點樣揾人幫忙咧？咁我哋呢度有個少少嘅圖表咧，就左邊就寫住替代嘅意思咧，就係所有嘢都揾人幫我去決定啦。咁去到右邊咧，就係我自己決定，但係我揾人幫忙啊，支援我嘅決定。我可以問佢嗰啲問題，佢令我了解我點樣去做決策。咁呢個就係支援決策啦。咁喺呢個左邊到右邊呢條線嗰度咧，其實中間一個好大嘅範圍嚟嘅。咁身心障礙者同埋佢屋企人咧，都喺呢個好大嘅範圍度，你選擇邊個係最合適咧？我所有嘢由人幫我決定咧，抑或我所有嘢我都係自己決定嘅。咁呢個係視乎大家嘅需要啦。咁今次我哋就想講下點樣喺呢個有啲咩可以去考慮咧？第一就係監護權啦。監護權咧係一個
法庭程序嚟嘅，咁個法官就會喺度判定你究竟係咪能夠自己可以管理你嘅頭先講幾樣嘢咧？健康啊，你飲食啊，你着衫啊，你住邊度啊，你個財務同埋你個人需求，你可唔可以有能力去管理呢所有嘢咧？咁如果透過呢個監護程序咧完成咗咧，法官可以指定咧由一個人去代你做部分嘅或者全部嘅決策，部分就係有限監管啦，應該會再詳細傾關於咩叫有限監管。咁喺將呢個監護權咧套用翻頭先嗰個範圍嗰度咧，佢算係我哋最左邊啦，因為係由一個人去決定你嗰啲決策嘅，咁都唔係話全部嘅，有睇個官判你有邊幾種決策係由你個替代人幫你決定啦，咁呢個算係就左手邊嘅，喺個替代嘅決策，佢完全負責幫你決定。咁點樣批監護權咧？原來唔係咁容易噶，法官僅可以係有必要嘅情況下，為咗促進你同埋保護你咧個人福祉咧，先會任命一個監護人去幫你做所有決定。咁對於有智力同埋發展障礙嘅人嘅監護權咧，通常我哋就會去睇用呢個叫有限監護權啦 （limited conservatorship）。咁佢呢個監護人咧，如果批咗法官判咗一個監護人咧，佢就係僅負責照顧佢個人事務同埋管理佢個個人財務嘅。咁如果負責保護同埋管理咧，佢稱為個人監護權啦。咁如果淨係管理財務咧，就講係財產監護權。咁又要分呢兩種。咁頭先講嗰個有限監護權咧 （limited conservatorship） 咧係有7項權利嘅。咁法官可能判你一樣或者兩樣或者全部都有可能嘅。咁睇下你申請嗰陣時，你有咩訴求啊？我點解要申請呢個幫我子女申請呢個監護權咧？咁居住權咧就講佢將來住喺邊度。記錄權咧就係佢可以為佢申請一啲個人嘅記錄，有學校嗰啲記錄啦、醫療記錄啦，或者一啲簽署咗文件咧記錄啦。婚姻權就係要獲得要經監護人同意，你所先可以結婚嘅個人嘅結婚權利。合約權決定同唔同人簽合約啦，呢個係4種權利啦。跟住仲有個3種咧，就係醫療權啦，代佢同意或者拒絕一啲醫療服務，或者選擇一啲醫療服務。關係權就係佢同邊啲人可以交往啊，包括埋性接觸，同埋做朋友嘅一種自主權，都係由呢個監護人去可以決定嘅。教育權做出相關嘅教育決策啦，包括譬如去邊度讀書啊，將來讀邊間學校啊，或者可以參加你嘅關於教育嘅會議啊，你嗰個監護人都有權利。咁監護權有咩優點同埋缺點咧？優點就係可以直接得到啲資料啦，父母或者監護人咧好簡單嘅，即係唔需要有問過，即係要好多手續嘅。咁有啲家長就認為，哇，呢個最好啦，呢個最可以保護我嘅子女，佢個法律同埋財務權益係最有效嘅方法嚟嘅，同埋咧係好明確咁得到好多人認識啦。監護權大部分人都聽過，哦，原來你有監護權，哦，好啦，我同意你參加呢個會議啦。你有監護權，我將呢啲資料俾你啦，即係有份證明文件嘅。佢一出示咗呢個證明文件，咁佢就可以行使佢權利嘅。咁但係有咩缺點咧？對於發展障礙人嚟講咧，呢個係對佢
自主權嘅最大限制嘅，即係佢自己冇咗一個話事權啦，全部由個監護人幫佢做決定。另外一個咧就係另外一個缺點就係監護權咧個費用好高昂嘅，通常都有律師幫忙去申請嘅。咁仲有早2年呢個加州個法例咧 AB 1663咧，呢個法例案通過咗之後咧，而喺監護人同埋受監護人同意咧，法院可以喺唔需要聽證嘅情況下咧，終止咗呢個監管嘅，比較容易去脫離咗呢個監管。監護人咧係就邊個去做監護人咧？呢個決定咧係由法院做嘅，而唔係家庭負責嘅。譬如誒，本來係爸爸媽媽做呢個監護人，但係當佢有啲情況發生啦，呢個爸爸媽媽做唔到啦，咁由邊個決定邊個做監護人咧？就唔係由佢個直系親屬或者監護爸爸媽媽負責啦，就由法院話睇邊個係最適合啦。咁你會覺得有啲嘢係大家會控制唔到啦。咁就算你受咗監護，有呢個監護權，就唔係話保障你所有風險嘅，仍然可能有人會面對一啲虐待啊，或者你警察有衝突咧，可能俾人逮捕，或者就算你我有監護權，俾人監護啦，你俾人哋咗啲錢，一樣會發生嘅，就唔會話有100%嘅保障係冇呢個事發生。咁另外有咩選擇咧？咁今日就係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呢個支援性決策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咁個主要就係想可以俾呢個身心障礙人士啦、PWP 啦、PWD 啦，喺佢自行選擇一啲可信嘅團隊協助佢自己做決策嘅。個團隊包括咩人啊？你屋企人啦、爸爸媽媽、兄弟姊妹、你嘅朋友、你嘅可能同事啊，或者你曾經幫過你提供服務嘅人啊，你個 ABA therapist 啊，或者你總之你認識嘅人，你覺得佢係可以信賴嘅，同埋佢會了解你同埋尊重你嘅愛好啊，同埋維護你嘅權利啊，同埋維護你嘅選擇嘅。咁呢啲都可以作為你嘅支援抉擇人員嘅。咁相對呢個監護權咧，支援性決策咧就會喺右手邊啦，因為佢所有嘢係由身心障礙人士決定，佢只係請求一啲支援，令佢更加了解個問題，然後由佢自己做翻決策嘅，所以佢會喺右手邊啦。喺呢個圖示顯示嗰陣時就會同監護權係另外一邊嚟嘅。咁佢哋點樣去幫我哋做決策啊？喺個團隊咧係會幫佢理解啦、分析同埋去表達個決策意向。佢譬如佢想選擇一個醫療計劃嘅，咁佢用一個用咩方法去令佢明白咧？用口頭啦，用圖像啦，用文字啊，抑或係幾樣加埋咧，令呢位身心障礙人士了解咗佢有咩可以選擇，跟住點樣去表達佢嘅決策咧？點樣同人哋講啊？哦，你你可以書面啦，你可以打電話去申請啦，點樣做啊？咁呢個團隊係去可以幫佢做呢樣嘢嘅。咁同埋咧，又可以做一啲同呢個團隊任何人咧可以做一啲協議嘅，可以係書面，可以係口頭。咁
可以係某類型嘅決策，你需要咁做，唔需要樣樣都要簽一個書面協議。咁又可以度身訂造啦。佢淨係學業需要支援性決策，其他地方佢唔需要嘅喎。又可以有個好，另外好處就係好可以靈活性又適應啊，可以淨係唔需要書面嘅，就幾時需要佢支援就可以揾佢幫忙嘅。咁最終係個決策權咧，係由個身心障礙者自己去有全權嘅自主同埋控制權。咁又話講下佢有咩優缺點咯？咁個優點頭先都好明顯啦，佢有獨立嘅自主權同埋獨立性啦，完全係由佢自己嘅，佢個所有權利咧係身心障礙者係冇俾人哋去攞咗嘅，自己負責自己嘅人生。咁同埋係免費唔使錢嘅就可以用，可以試用啦，唔係可以話啊我試下我18歲之後嗰2年試下咁得唔得先，咁又可以隨時調整或者終止嘅。咁另外都係令到佢得到一個有尊嚴啦，承受風險嘅尊嚴啦。我就唔會話啊，因為我係身心障礙者，我就乜都唔識噶啦，我就做唔到決策啦，提升咗佢自己嘅自尊嘅。咁部分研究咧發現咧，當身心障礙者擁有呢個團隊嗰陣時咧，佢面臨虐待嘅風險係有所降低嘅。有咩缺點啊？呢個支援性決策 SDM 咧，佢暫時咧嘅知名度唔係好高，唔係好多人熟悉嘅。可能有啲專業人士咧就覺得咩嚟㗎？唔係咁好啩？我哋做開concern 監護權嘅，咁呢啲係咪唔係咁唔夠好咧？咁有時有啲人會混淆啦，有啲權利原來唔係屬於監護人嘅，佢哋都會誒干預咗佢個自主權嘅，即係會話啊，我幫你決定埋啦咁，有時都會同嗰個身心障礙者發生衝突嘅，因為佢哋嗰條線可能唔係好清晰啦。咁仲有啲情況下咧，誒、當當佢哋遇到一啲同佢哋交往嘅時，人哋都會覺得支援者同埋身心障礙者咧，佢哋會有啲偏見啊，就話啊，我都係聽翻支援人員佢哋嘅建議啦，就即係比較忽視咗身心障礙者佢自己嗰個決定，有時都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就叫做配套文件 （companion documents）。咁一樣係監護權一種替代方案嚟嘅。咁身心障礙者咧可以用其他方案代替監護啦，通常係書面協作嘅形式咧，同埋達到一個約定啦。咁可以個涵蓋好大嘅。咁譬如用呢個叫做持久授權書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或者咧針對特別機構嘅一啲授權書嘅。咁呢類配套文件咧可以單獨使用嘅，即係譬如佢淨係愛嚟做醫療服務嘅，咁呢份文件就誒授權佢，你就淨係做醫療嘅。咁其中大多數文件咧就允許特定嘅人去代替呢個身心障礙者去辦事嘅。咁但係呢個身心障礙者咧都有權隨時去終止佢呢個協議。呢個配套文件咧就喺呢個替代支援呢個圖像上咧，佢係中間噶，因為佢只是某些決定都係由另一個人幫我去決定嘅，就唔係話所有決定由我決定，或者所有決定由一個監護人決定。咁所以佢係中間着。咁
有咩係配套文件？我哋經常見到咧，第一咧就係頭先提嗰個叫持久授權書啦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呢個咧就可以授權人哋替呢個身心障礙者做一啲抉擇嘅權利喎。咁譬如醫療同埋財務，咁有時咧一份授權書可以做兩樣嘢嘅。咁咧喺另外一樣嘢就叫授權代表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呢個術語咧，通常喺醫療個方面咧會成日用嘅。由呢個授權代表咧就可以代表身心障礙者咧處理所有醫療事務啦。咁或者某些嘢特定嘅嘢，譬如話啊，當我神志不清嗰時，你可以幫我做啲咩咧？一樣，身心障礙者可以隨時撤銷或者變更呢個授權。咁另外仲有一種叫做預立醫療指示咧 （Advance Care Directives） 啦，針對某一些醫療照護咧，佢就指定某個醫療代理人咧喺佢患病時代理一啲決策，咁令到提早可以訂立一啲醫療選擇啦。譬如到我需要遇到某些事情，你應該用乜嘢方法去治療我，一早講定嘅。另外就係代表收款啦 （representative payee） 啦，咁呢個通常都係社會保障部門指定啦，佢負責去幫佢攞啲social security 嗰啲金額啦。咁身心障礙者可以聯絡呢個社會部門咧，保障部門咧去話我提名或者我更換或者我取消呢個邊個係作為我嘅代理人啦。最後一種就係叫聯名銀行賬戶或者特殊需求信託同埋CalAble。咁身心障礙者可以同佢信任嘅家庭成員或者朋友咧去設立一啲聯名戶口，咁佢哋可以幫助佢喺財務方面，你會唔會使多咗錢啊？今個月係會個支出O 唔 OK 啊？另外咧，呢個SNT 咧特殊信託基金就係幫佢負責管理一啲資金嘅，呢個都係好常見嘅一個方向嚟嘅。另外咧，身心障礙者都可以為佢 CalAble account 咧指定一個授權代表，幫佢去做一啲資金管理嘅事。咁SNT 同埋 CalAble 咧都係一個計劃啦，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嘅。咁配套文件有咩優點同埋缺點咧？咁類似支援決策啦，佢身心障礙者可以自己選擇我想邊個幫我做，同埋嗰個範圍有幾大啦。咁就係自己簽署嘅，可以隨時終止嘅，成本都係好低喎。有時可能要簽一啲授權書咧，或者要揾一個公證人啦，但啲費用都比較低嘅。咁大家都認可呢個法律程序啦，呢啲係佢嘅優點啦。咁缺點咧就係比較複雜，因為定期要更新好多唔同嘅協議，譬如你話財務揾一個教育揾一個醫療揾一個咁，我又要限，即係通常有個期限嘅，1年、2年、5年咁樣，咁會成日都要話，究竟到期啦，佢又要再更新啊，咁可能有啲人會唔記得啦。咁有啲係文件係需要做公證嘅，咁如果佢溝通方面有困難咧，咁又要諗其他辦法去解決咯。協助人員啦，可能有時都會做多咗啦，佢幫佢做咗抉擇，代替身心障礙者佢嘅意願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缺點嚟。咁點樣去考慮啊？我究竟邊樣係適合咧？咁通常家庭啊，爸爸媽媽佢話幫佢哋一齊去決定，究竟我選擇監護權啦，呢個SDM 啊，
支援決策權啊，抑或係做呢個授權書啊？究竟邊樣嘢係最適合我個孩子啦？邊個適合或者自己作為一個身心障礙者，究竟我點樣適合咧？我俾晒啲自主權佢，抑或係我驚佢俾晒佢做一啲唔係好合適嘅決定，我會闖禍，我會發生意外啊，俾人呃晒啲錢啊，或者做一啲唔係好精明嘅決定，會影響咗佢日常嘅生活啊，或者安全啊，咁點樣去喺自主權同埋安全之間去衡量做決定咧？咁好多人好多需要考慮嘅，又睇翻佢究竟有幾多人支援佢，身心障礙者自己本身佢個能力喺邊方面有強項弱項，邊方面需要人幫多啲咧？個個唔同嘅，所以咧就要自己家庭考慮下。咁多謝大家嘅參加我哋呢個工作坊咧。咁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咧，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去睇翻啲資料嘅。多謝。